看有政治气氛的新闻，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北市长郭文哲又搁共台做伙来出席第二阶段宽纵线的动土仪式，两个人接接合作，又搁伫新的民调内面分别排名是第2甲第3。面对2024年总统的大选，敢有可能拿背合作？两个人拢讲专心做好市政较要紧。 新北市长拢来啊！原来是宽纵线有好消息，伫咧3点半北机场升起来，坐落来为新北产业园区到台北市中山区的北宽段要开始动工啊！那到底能不能2029顺利，就要看我们的招标有没有顺利了。很久以后，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努力，你知道哈。台北市长郭文哲今年特别落针，是真正赶袂着啊！ 两个人共台听得出郭市长有伫咧准备东来年底选战。今年来个先生，先高雄哦，阿朋友，这个真好。除了年底选战，经济打都杀出来10大头人，还有其郭文哲分别排名2、3名。这也不用回答，这个跟市政无关的场合。 议长也有说过，跟柯市长同台要想清楚，那不知道你怎么回？不会啊，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共同生活圈在大台北的双北市长。无侯友宜这么大方，不过侯友宜郭文哲即马除了市政有伫咧分工，就看落针了后，两人敢会阁继续合作。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